伤变，哎呀，啥 ？Who knows？ OK。啊，佫欠一个啥物？欠一个，大了后尾顶悬，较好。Infinity 到位啊？Window capture。哇，啊，即摆是伫倒？it do fit to screen and 我都个叫呀啊，即摆是安怎？走起的款啊，等下我调一下。哦，就这么得了。哦，screen capture。哦，哇。啊，等咧设定。Yeah, OK。稍等一下咧。
哦，暂时看起来。这个先听起来，应该较好用。哦，可以较顺。哎，小 ，OK， 第三个，好，迄都好，先要安尼开始啦吼 ，Studio Mode，OK， 安尼是毋是当先开始？噔噔。大家好，大家食饱未？即个即摆会当看到背景是我进前是先找时间来录影啦，就是拍电动的画面下骹这是我的镜头，做成这边，是。真久无做直播啊！想讲最近一直咧想讲，到底阁会当创一寡啥物好耍的代志除了好耍以外，阁会当对咱的台语是讲台文读写有一寡帮助嘛莫。无想讲爱用甲足复杂，毋过实际上就是敢若要创即届直播，就是感觉有仔复杂啦。毋过就是尽量自现有我身躯边有诶资源，有诶家私电脑是一寡设备会当处理诶，就会当都先来创。所以就想讲，我会当先拍电动电动是本地就有，我有咧耍 Steam，Steam 内底就是直接买游戏就会使。电脑用 notebook 基本上会当耍啦，就直播开 OBS， 暂时也无啥物问题所以就是阁摕手头已经有买一寡台文册想讲会当来。看安怎做一个简单的耍游戏甲台文的直播主要当然是用台语咧甲大家小解，还是讲耍游戏像之前我伫即个老师耍看卖即个 fanpage 内底有耍过一段时间，迄阵仔就是咧耍，当作是耍啥？有耍几下游戏就是嘛是有用。头起先敢若是用 notebook， 尾手是耍 PS4， 耍即个天际线，阁有天际线阁有啥？迄是 PS4 的时阵阁有会用电脑耍，就是有耍即个聊天钉聊天钉耍了。上久敢若小可袂记而阁有尾手就是拢咧耍即个 PS4， 阁有即个对马战鬼迄足好耍毋过无耍了，因为尾手开始咧接另外的工课，感觉是较忝下班了后阁要耍3-4点钟，真正是感觉体力无够毋过就是有影是要耍迄种人讲的 3A 啦三粒 A 的游戏，有影是耍一届就爱至少2-3点钟以上，安尼才有法度去体会迄个游戏内底的美术，还是讲伊的故事，会当享受即个游戏。准讲就是像一届耍半点钟、1点钟，就是可能若开始耍无偌久就要结束。搁爱参讲话，迄其实是
无法度讲足侪代志啊，无法度真享受啊，所以我感觉安尼做起来，迄个感觉会有忝啊，所以就想讲，即摆反正是用即种，我拍电动的时候，我就是注心耍电动啊，就是同时阁有录影，甲即个影像甲录过来，了后，再阁用即种直播的方式，就是做小解台文，也是讲台语的方式去甲大家开讲，这游戏就放伫个背景，背景的画面像即马安尼，就是互伊家己走，毋过迄拢是我耍的啦，先就是想讲试验看卖啦，就罔试看卖，莫互家己伤大的压力，就是有时间就罔创，有放假的时阵就来创这，当然上班就上班，电脑阁有时间，当然就是安排一寡家己的活动，像安尼用我的生活的时间分配去实践我对做一个台湾人，讲台语、写台语用母语的文字去表达我的心情，讲我的心情，讲故事，就是安尼。这嘛是我即马伫逐工一工24点钟，拢咧实践我对母语的态度，对咱要做一个台湾人的态度，就是安尼。好，咱就开始，头起先就是大家当看到我我的镜头下骹，下骹，等，下骹即本就是海洋文库的红牡丹即个即本册是台文，即个册伫遮啦台文第一篇小说集第4集来等看遮红牡丹红牡丹其实伊是，若我无记毋对，伊是伫写即个第2的故事啦，陈雷是啥人诶？陈雷毋是迄个唱歌迄个陈雷啦，咱以早嘛无讲像以早，就顶一弦的歌手啦我细汉时就是有在听伊的歌，伊的歌真好听，就是开口真好，而且伊会不时会教一寡真趣味的台语的词，甲台语的腔口放伫伊的歌词内底去唱，譬如讲陈雷的歌啦，就是有一条真有名迄个《风镜头》，今仔日风镜头，行水都紧流泡，佫有啥代志也袂讲介大条，一时无特别准备，所以一时想到迄个词我袂记。毋过就是你若去 YouTube 也是有咧买Spotify 也是 Apple Music， 其实拢会当找到伊的专辑，即马拢抑佫找有啦。我感觉就是即种平台嘛是袂歹，就是会当，互你有足侪歌会当听。Spotify 听讲是佫有 KKBOX， 就是即种平台拢会当去找。咱台湾以早也是讲即马抑佫咧出台语专辑的歌手的歌来听，毋过就是以早的台语我当然是开口会较好，较少年的就是歌词甲写曲的人嘛无共啦，以早的写台语歌甲歌词的人，其实迄个台语的底子拢真好，拢足够去用台语的词来描写心情，写迄种状况，所以会当去找陈雷的，我讲较横气，就是迄个陈雷是唱歌的陈雷，毋过毋是咱即马咧讲的即个写小说、写文学创作的陈雷。即个陈雷，咱即马咧讲的即个写小说、文学创作的陈雷，其实伊本名叫做吴景如，吴景如伊的本业是一个医生。
伊即马是住伫咧加拿大的，年岁嘛真悬啦，伊岁数嘛真悬啦，所以就是咱即马就是想讲陈瑞生即个人遮贤写伊的文学的对咱来讲啦，对咱已经有开始咧读伊的作品来讲，就是台文的写作会当比伊搁较熬，还是讲写了比伊搁较端直、搁较水、搁较有咱台湾的主体性的，伊是无几个，会当像伊安尼而且写作的用字用词足水开的，无几个人会当像伊安尼啦。所以我有咧参加即个陈瑞的读册会陈瑞先生伊逐个月拢会来参加一届，拢会来甲咱讨论甲咱讲伊伫册内底，还是讲伫伊的作品内底是安怎要安尼写，有啥物即个词是为倒位来的，所以是真宝贵的经验啦。就是我足想要甲即个作品小介互咱台湾人，你对台湾有心有想要了解搁较侪台湾的，一定爱读陈瑞的作品。当然伊上有名的作品上出名，也是讲伊的主体性的价值观上明显的，是即个《乡书宝记》。《乡书宝记》这本册，伊是徛伫咧即个西拉雅人的即个角度来写迄个时阵的故事。伊内底用的人名虽然拢是假名，毋过实际上伊内底是有遐个角色是拢大部分拢是真正有即个人，只是讲伊是用假名的方式去表达。一方面是保护本人啦，一方面是安尼较有一种想象的空间。好讲到遮嘛已经真久啊，所以好咱今仔日要来创啥物咧？即摆敢若看到画面顶悬，敢若看到即本册甲我的头像啦。毋过就是事实上，咱今仔日是要来做即个小说的台文小说的。算是讲读册啦，毋过就是咱读册的过程，想讲会当咱甲咱看到的即个台文用写的，甲写伫画面顶悬，互大家看。咱台语毋是无字啦，咱台语其实有罗马字。这是嘛有超过100档差不多要150档以上的文献历史。即个部分其实网络顶悬拢会当找到真侪资料，会当伫 Google 还是讲你的search engine 内底会当去找白话字POJ 白话字甲台湾教会公布这两个字，你甲 search 甲做伙，你就会找到真侪资料。好，咱即马就先来即个，我想讲可能今仔日无法度读足济啦，因为这有影是爱豆啊读，我就先掠即个第一趴即本册《红牡丹》内底，这是第一篇小说集，所以即本内底有真侪篇无共主题的故事其中《红牡丹》就是伊摕来做册名这篇文章的第一趴，我想讲来甲大家做伙来读，哪读哪来甲写作，用白话字来写，写互大家看。好，咱即马看到这个我画面顶悬已经甲伊显示就是咱即马看到的红牡丹，这第一趴的文字，这拢是用所谓的汉罗台文，汉字甲罗马字甲做伙的台文，内底即本册迄当时伊选择的即个罗马字系统是用即个中华民国教育部，伊伫2006年，应该是2006年边仔的时代，就是
找一寡学者讨论了后，甲即个古早上早的台湾字即个白话字甲伊另外佫参考其他世界语言的文字系统国际迄是国际音标还是啥物？因为我毋是上即个专业的领域的学者，所以其实迄我要讲，其实有当时讲无啥会清啦，就是毋过至少是简单讲互大家知影。若想要了解，当去网络顶管找一寡资料看迄当时是安怎设计的。简单讲就是边迄当阵就是甲白话字佫找一寡学者来做伙讨论投票选择了就是去做一个中华民国体制的文字对咱台语的定义的文字。迄当阵就是用即套所谓教育部罗马字伊迄个文字名是叫做教育部闽南语罗马字拼音系统拼音符号。这对于咱就是学白话字的人较要意白话字的历史的人，其实是较无遐尼正确啦。因为一个是闽南语其实台语甲闽南语是无共语言。过来是即个咱白话字是字，毋是音标所以就是想讲，若伫遮，我想要甲大家小解是白话字因为这较是有历史佫有即个所谓的文献较侪文献会当直接去读古早时留落来的智慧所以我尽量就是甲即本册，也是讲即套啦单为第一篇小说集其实有几啊本所以想讲甲内底的文章小解互大家了以外佫甲豆豆甲汉落写做白话字全部拢写做白话字，互大家知影讲，其实咱毋免外考汉字才通生活咱其实用罗马字就会当写阮的母亲的话其实安尼嘛会当生活你看韩国人甲迄个越南人甲日本人，因无汉字敢袂活伫迄当然绝对是会使嘛。好，话无加讲啦咱大家看画面顶悬我看即个纸本的因为纸本安尼我看较清楚啦。我就为第一纸开始读啦第一句是迄个啥？我先读过一解好我互大家知影讲伊咧讲啥。红牡丹以前爱徛悬为9分看基隆港的海岸，远远半的圆，看看那笨鸡喙。好天黄昏的时，海港外口的旧山反射着软正的西照日，盖成一块变魔术的大镜。港里的水就向泛红，若无淡。即马罕伫徛悬看，因为溢伫心内底。基隆港的水色永远青少若红牡丹，特别是八岛的阿婆月梅，迄一日已经亲嘴甲我讲，亲嘴甲我讲，因去找伊的时，港里的水色袂褪，嘛是红叽叽若无淡。好，第一趴其实伊就甲重点讲出来就是是安怎叫做红牡丹，就是甲基隆港的水色伊是咧讲基隆港的水色红叽叽若无淡为虾米基隆港的水色是红叽叽若无淡？就是1947年2月8日的时阵，中国的军舰驶到基隆港外，未报欢到，看到迄个海墘有迄个港边有真侪人徛伫遐，伊就随扫射尾手佫甲
伊的兵仔因的兵仔上岸了后，就甲家人讲，因认为有可能是迄个叛乱的台湾人掠起来了后，杀去江边，叫因徛伫咧边啊，甲因的手用铁锁甲伊藏起来，连起来，叫因徛伫遐，为头一个甲伊杀去海底，因的手全部拢甲因连做伙嘛，用铁锁甲伊撞过撞过因的手头，因的手盘，连做伙，第一个落落了，后壁的人就对咧落去啊，因就用即种方式甲台湾人苦毒，甲因杀死，所以死去的人，因的尸体、因的血，就是拢伫海水内底，甲海水染甲红滴滴。其实就是咧讲即个故事，为遮开始讲。好，咱为第一段第一句开始写。即个红毛丹，咱先写即个红毛丹的名啦，即个第一名。那个真久呢。处理较好。红就是 A N G， 这个 N 顶管徛一个三角形。这是第5条，这就是红毛丹 B O 一点一片。这个原来是真严重。丹 TAN， 好，我看这个设定可能后盖还阁小改一下啦，好，红毛丹即马画面顶悬就是红毛丹3字啦，ANG 顶悬一粒山这就是红，第5条红，某某，台语有变调啦，所以这个第2条变第1条就变某变某V O 顶悬迄一点就是其实是2个 O 的意思啦，2个 O 的意思，只是讲在写字的时阵简化顶悬一点就是2个 O，台语内底就是干那 O，有一个 O， 2个 O，
第二条就是牡丹吼，岛安丹。咱的台语有甲即个日语共款啊，有即个罗音甲清音吼，无甲波吼，无甲波无共吼，岛甲讨无共吼。好，红牡丹吼，红牡丹就是安尼写，好来，我倒转去。好，拄则是即个地名啦吼。这篇的故事的名叫《红牡丹》，是安尼写。好，第一句吼，即个以前爱徛悬，吼，以前是要安怎写？来，以前。这无法度正常显示。伤慢啊！哦，安尼这有影是爱另外搁想办法。好，安尼，等下，歹势吼。I C H E N G 哦，以前啊，这以点管还有一个第五条吼，以前。以前就是以早的意思嘛，就是讲伊较早吼爱徛悬吼，徛悬。咱即马看到即个徛悬吼，徛悬即两字 KHIA 点悬是环，啊，搁一个连尾，啊，搁来 KUAN 第五条点悬徛一条线。啊，这是教育部的罗马字的写法啦吼，咱若是用即个白话字的写法吼，就是 O 甲 U 吼有差。教育部迄套若写 U 的部分，咱就是白话字是写 O，KHIA 吼，点悬徛一竖。I 电脑敢若是要困去啊，足难看。啊，即马即个 I 吼 ，I 点悬本即个罗马字点悬本咧就有一点嘛，啊若拄着咱台语罗马字的时阵吼，就是会直接甲即个 I 点悬一点加去吼，啊这。好，就是有当时啊是直接甲，哎呦，我看者，好 ，I 啦吼，有当时啊是 I 点悬迄点直接变环的，啊有当时啊就是会写伫个伊边啊即个 A 的点悬写环的。较慢，好，过来一届啦吼。这徛
K K H I A 啊，迄块写伫个 A 点管。电脑应该是要困去啊。K H I A 好 ，OK， 我都正常显示，真嗨，伊的速度可能比我较慢。好，安尼无要紧啦吼，无就是我即马安尼用讲的好，可能是电脑的会当处理的物件伤少啊。好，安尼无要紧吼。我遮就先甲伊关起来。好，安尼阮就先用读的好啊，先带大家用读的。好，以前爱徛悬就是可能爬去家人的海边较悬的所在，就是会当看规个家人港。伊遮就是后一句就写讲，就是为九份看家人港的海岸。远远摆的圆，远远 HNG 第7条，远远啊，若是两个放做伙时阵，头前迄个爱变调，第7条变第3条，第7条是平的，所以迄个符号是平的。啊，第3条就是降落来，远远摆的圆，看那本机喙，看那本机喙，看要安怎写？看就是 KHOAH。啊，我知影，我开一个迄个技术图啊，若拍字就较方便。Text edit。就等我一下，我甲伊小 setting text edit。我刚看会到。春秋爱个小可改一下，哇，歹势，真正歹势，这要改这设定，小可爱开一个时间。这样吼 ，transform reset transform，OK， 哦，有啊 ，Yep。大家尽量看有啦，我就甲迄个字设定较大字。
好，好，咱即个。好 ，OK， 安尼看有吼，看。好，看，吼，我即摆用的即个输入法吼，是即个台语信望爱输入法，吼，啊，即个信望爱输入法会当拍台语甲客语的白话字，所以就是真好用，吼，网络顶管你若去敲找即个台语信望爱，吼，就会当找着网站内底会当你搁拍输入法，吼，就会当来download，啊 ，Windows 甲 Mac 拢会使，拢会当用，真好用。好，好，我即摆拍即字看吼，看若本机喙，哦，本机喙，哦，喙，哦，本机喙，看若本机喙啊，就是伊咱的台语的用词，大部分拢是像本机喙即种，你一听，你就知影讲是啥物物件，为虾米会安尼？就是咱莫讲所谓的迄种古早的迄种汉文啊、文言文哦，迄种拢是较侪拢是讲虚的，吼，毋是实的，毋是甲咱的生活当中真有牵连的物件，伊大部分拢是迄种官话啦，是讲迄官方因咧政治的时，咧讲政治的时阵会用的一寡语词。啊，毋过咱的台语吼，真正的即个真端点、事上的台语，就是咱生活当中的代志甲物件咧做形容。吼，所以看若本机喙，就是你想着本机，就知影生做啥物形。吼啊，看若本机喙，就是得用即个。咱生活当中的有的物件去做形容。啊，伊拄仔讲的即个为9分遐看家人讲的海岸，哦，远远半圆，看若本机喙。两句话，远远半圆，看若本机喙，就是你安尼听，你就知影伊是安怎去形容伊看到的情景。过来，好天。黄昏的时，海港外口的旧山，反射着软正的西照日。大家即摆会当用这拍互大家看。好天，好天，好天，黄昏的时，黄昏。黄昏，好天黄昏的时，时间，时间吼，黄昏时间啊，黄昏的时，就是甲时间，就是甲写一字啊，黄昏的时，哦，海港外口的旧山。哦，海港外口的旧山，海港外口的，就是边管家的有嘛。海港外口的旧山，哦，旧山是安尼写，旧山。哦，咱先为即个黄昏的时，好天啦吼，好天，吼，好乌好，吼，第二条。安尼撇倒边，为倒边撇落，这就是第2条；撇正边就是第3条。好乌好，好啊毋好，吼，敢好嘿，好就是一个乌尔，伊若是
一个 O 的时阵，就是咱台语就是读较歪的音啦。啊，两个 O 边仔有一点的，就是和 O 喙较圆吼。啊，一个 O 的时阵就是较歪较扁吼，较扁淡薄。所以当用这种方式去分你的台语的迄个腔就会出来。吼，好天。好天，毋是好天，是好天，好天吼。讨伊天吼 ，th 甲 t 无共吼，咱 t 就是读倒啦吼。咱台语的罗马字在写的时阵 ，t 就是读倒吼，啊 th 就是读讨，有送气无送气的差就差伫遮。啊边仔即个 n 吼，咱拄则有讲。O 两个的时阵，就是边仔搁写一点啦吼，对无吼 ？O 两个 O 的时阵，就是顶悬边仔搁加一点。啊，即个 N 意思是共款的，伊的理路是共款，所以就是譬如讲天就是伊的 N 就是变较细粒，啊写伫个顶悬吼，加迄个数学的即个迄种平方。是平方哦，这个人爱问迄个数学较专业的朋友，就是伊会写伫咧顶悬吼，伊有几个啊，就是读起，吼读几届啦，咱讲二读两届就是二读二就是4嘛，吼，所以二读二就是4，搁读2就是8。所以就是伊的理路是用数学的迄个理路，数学在写迄个符号的理路去创的。啊，这嘛真好理解啊，我感觉讲就是白话字的设计就是安尼，甲迄个教育部迄头是无共，伊就直接写2粒 O，啊 N 就是直接写2个 N。啊，这毋但是迄个白板的时阵，迄个字会变足重，啊无过来一个问题就是讲，你要册换的时阵，你读教育部读惯死了，要倒转来读有文献的白话字的时阵，你会感觉就定拢会卡卡，啊看起来嘛无遐好看，这嘛是一个利益，白话字的利益伫遮啦。好，咱拄仔讲到黄昏的时黄昏第5条，顶悬加一粒山，这就是第5条，黄昏的时，海港咱讲到变调，就是海港第一个海，伊的本调是第2条，啊，毋过变调了就变第1条。海港外口，外口有无？顶悬这环的外第7条，外口嘛同款第2条。孤山，孤山是安尼写。好，后一句啦反射着软正的西照日，反射着，反射是安尼写，反射着软正 ，NNG 正，反射着软正的西照日。西照，好 ，OK， 好，你遮应该是有小可感觉，哪会安尼？就是头前即个软正软正嘛是有2个 N 啊，是安怎伊无像后壁即个。写做一个较细的浮去顶悬迄个 N 啊，就是咱一般 N 2个 N 放伫个字尾的时阵，就是才会刷去顶悬变较细粒。啊，若是伫头前的时阵，即种词的时阵，就是会直接甲写出来。啊，这对。正常就是安尼啊，你的原则就是2粒 N 若是放伫后壁的时阵，若无搁加物件，上尾2字就是 N 的时阵，就是会变安尼，浮去顶悬。好，
西照日，吼，这个就是第三调啊，吼 ，CHIO 照，吼，本调是读照，西照，吼，就是日头要落山的迄当阵的日头光就西照，吼，西照日。反射着软正的西照日，改成一块变魔术的大镜。改成，伊即个改成，来我先写下来，改成一块变魔术变。啥？大镜。好，来，咱遮看吼，伊这个改成啊，这个中文吼，改。哦，这个中文，甲中文的改成吼，写做共款啊，所以其实写你若是想过考试啊，想过考试中国字吼，四角字啦，比如来讲这四角字啊，还是一般讲汉字吼，你若是在写台文的时阵，吼，拢爱考试汉字的时阵，你定定会三无伊咧写啥，你爱想者，吼，这会对你阅读的时阵经验会较歹，吼，啊有当时你就是无法度足紧安尼直读过，就是爱想，定定会卡着，啊，就爱想者，啊，我感觉安尼实在是真难了啦，吼，啊所以当然是写罗马字是对于咱读写台文，吼，台语也是甚至是母语啦，所有的母语、客语甲原住民语，其实你若会当直接读。你先直接去学即个罗马字的理路了，你就会当足紧，会当读用即个文字、即个语言去思考，吼，免透过四角字加汉字，甚至是中国话的迄种理路去思考。好，改成什么意思？就是足成的啦，改成真亲像，吼，真亲像什么，嘿，改成。改成一块，吼，一块，这就是 one piece， 吼 ，piece of 什么，吼，一块变魔术的大镜，吼，伊顶来讲，这个西照日，吼，反射软正的西照日，哦，改成一块变魔术的大镜，吼，就是伊看出去的迄块光景，就亲像。日头要落山的时阵，就亲像一块变魔术的大镜。吼，你看单瑞森的伊的形容拢真简单，啊，毋过就是足有画面。好，后一句，降年的水向就熊熊，反红若无淡。降的水的用反红，那无淡。好，降你吼。这个词就是台语才会有的，吼，这所谓的轻声的词，港呢，吼，港就是所谓海港，吼，海港也是所谓的港、溪港，吼，就是港呢后壁加一个呢，就是伫虾米的内底，吼，厝呢还是？厝呢搁有啥？厝呢港路呢，吼路呢，我遮写落吼。
处理，还有路好，台语有真侪词安尼去讲，吼，港呢、厝呢、路呢，表示讲伫头前迄个物件的内底，还是迄当中，吼。港呢就是伫海港内底，吼，啊厝呢就是伫厝内底，啊路呢就是伫路上，吼。你比如讲你为恁兜行去到公车站，吼，啊行去到公车站的路呢，你拄着啥物人？这个词就是安尼个使用，是讲你迄路呢，你看到天顶的彩虹，吼彩虹。色水在变化，你感觉真神奇，还是讲你感觉足感动，吼，就是安尼去形容在讲，这个词是安尼在使用，吼，啥物呢，吼，港呢的水就向泛红，啊水本身是空敢是空色应该是空色，还是讲较瓦深蓝色。吼，还是绿色，吼，就是看天气变化，甲光线变化，伊的色水会小可变化。啊，毋过照讲应该是蓝色，啊无就是较深的绿色，吼。啊，毋过那会向泛红，就是因为天顶，吼，天顶的这个黄昏时的西照日，吼。因为黄昏色就是黄色，柑仔色，过来就是红色，过来就慢慢变愈来愈红。所以迄个天顶的光，甲海水照甲泛红，向泛红，吼，那红色的，对，港呢的水就向泛红，那牡丹，吼，牡丹伫遮，吼，牡丹拄则头前。抑个有通显示用手写的时阵，就是 BOO 哦，两个 O， 所以顶悬会加一点 BOO 第二条哦，牡丹哦，啊泛红泛红甲泛乌哦，我即摆会想到的，就是有即两个词啦，泛红泛乌，泛红就是本地是。另外一色啊，向就变红色，哦啊泛乌面色泛乌，是对，我会记面色向泛乌，应该是破病还是迄个人要往起来，要戆起的，迄个状况，面色的泛乌，还是死去了，好。大概是安尼，好啊。因为今仔日这设备的一寡问题吼，是我原底料想无够的，所以就是要安怎显示手写，还是讲要用这种方式，就是用拍字的。我可能我爱搁试看嘛，因为我本来是安算讲，若是会当用手写是上好啊，因为手写对我家己来讲，就是会当拿练习啊。因为现代人是愈来愈少在写字啊，所以想讲顺便互大家会当看讲，其实用写的嘛是一个趣味啊。好，阮今仔日就先讲到这，吼啊，若是后摆有时间啊，设备会当。设定较好势，啊，较袂像今仔日安尼，就是雄个出册。我感觉有可能爱加买一寡家私，才有法度较顺利啊。吼，直播真正是若毋是开钱，就是爱想办法去改设定，看安怎去接遮个线、电线甲机器较好势。好，啊，就。以上啦，今仔日就先安尼。啊，若有看到我的影片，我想反正因为我真正嘛无啥咧经营，然后看到的朋友会当甲阮，互阮一寡建议啦，还是讲用上简单的
设备就会当做直播的手路吼，嘛会当留话小解互阮。好，安尼就今仔日就先直播到这，感谢大家。后解咱阁继续线顶相会，好，再会，拜拜。